观众朋友，今日个好冇？我阿明哥由后面分享收看福起来。台湾的调味资源实在是相当的丰富，我哋有流调啦、下口调啦、东口调啦，还有高筋的调味。真有记录讲，我哋台湾的调味种类超过600种。但是因为我哋太环境已经改变咧，有几多调味伊可以去喺还有个传统的地方，伊慢慢的因为开发的关系，已经慢慢的消失喺咧。像我哋以前我哋嗰常看到邻国调味，如果因为伊喺喺啲地方，喺传统嘅地方，已经帮我哋其他同事去开发喺，嗰所以哋而家冇办法，已经越嚟越少嘅，嗰所以而家变成我哋天然級嘅保育嗰罕見嘅一種保育動物。咁我哋嘅美濃有一啲嗰好自然生態嘅兩公婆，伊啲退休嘅時節，都睇我哋高雄市嘅美濃府，漂嘅伊啲私人嘅皮塘，伊來開始來種菱角。伊想表現到菱角調味，有啲可以做到，還有傳統嘅地方。睇2020年嘅時節，伊開始用實質嘅方法做一件事情，伊都在做成個項目咯，開始做馬上要做一件事情咯。我哋馬上歡迎我哋今日咧，浩成哥哥，還有我哋兄妹仔嚟到嚟開場。浩成哥哥好，主持人好，各位鄉親大家好，我係來自美濃嘅劉浩成。還有同時今日還有一位嘉賓傾下來，我哋咧兄妹仔。大家好，我係來自美濃嘅黃淑梅。我想問一下浩成哥嗬，像你當初儂想講退休迄個係太負責任，想講過啲個悠閒嘅生活啦，但儂一開始就想講一票人一個私人嘅皮桶嚟種菱角一件事情。從學到退休下來以後，有千多七家時間，所以每週時我就會去福神散步。去福神散步嘅時候，會看到有一講安尼水質嗬，我哋南部講菱角調，北部嘅客家鄉親都講羊角調一種調嘅。但係一種調都寒天嘅時候會提我哋美濃府附近。到春天嘅時候，伊開始會反射時，也顏色會變色，接下來就會走去。我就心肚裡頭有一個想法，因為水質嘅話，我哋台灣嘅保育類嘅調嘅，而且台灣吼數量冇咁多。再加上也安尼，基地吼，過少，所以我今日都有一個想法講，我哋係咪有可能喺一個美濃府呀附近尋一個蔬菜來，種一個水生植物，本一個水質都反射嘅時間就會留下來，好，而且是嚟對美濃嘅反射，所以接下來就開始有一個想法。像我頭頭一開始講，其實我哋咧菱角調已經變成我哋天然級嘅保育罕見嘅一個水調嘛，嚇。咁而即個做乜會變成人家講以後嘅種類有啲暗少咯？有一個主要原因吼，都因為一個水質啊，伊啊安尼反射嘅環境，伊主要係呢要提有水生植物，伊要提水生植物面方做調，伊冇像太多數嘅調嘅係呢提一個樹嘅吼，伊係呢提一個負面，提個負面嘅植物吼，貼喺都提個上了，包括也安尼雛鳥也調製嘅鋪水以後嘛，提也是咧生長，所以見下一個我哋全台灣平地嘅地方，以前有皮塘，也嗰當然種蠶食，也有人種菱角，所以包括我哋高雄嘅做羊，以前嘛係嗰多菱角田嘅，漸嘅喺度平庸地區一個皮塘也好，也係菱角田也好，可能都改變咗，比如都市計劃變咗耕地，也係講因為有公共建設，有鐵路啦、高鐵啦，再加上一個主要是一個安尼棲息嘅環境，越來越少，所以連帶一個族群也越來越少，所以水質嘅數量就越來越少。嗰時候呢，我想講，假如有一啲機會，你可以去漂到一漂私人嘅一種水，我哋皮塘。咁樣話，你至少可以種菱角，表現有一啲참時可以一啲做調啦、傳植嘅一啲地方。咁入邊我冇嘢想問一下，因為你看，我哋咧浩成哥哥想要做一件事情嘅時候，其實我提講有事情一開始唔單止講，我哋要拿錢去漂田，好，你話種菱角，唔知講喏，唔知講我因為講，還是不好
汉斯鲁让鲁多退休后，你就要做另外一件事情，其实谈多时间有冇个想法？第一个时间咱们痛哦，因为俺相同是赏鸟协会的啊，所以俺们感觉做也个够有意思啊。个时间俺还唔前退休，俺满意2年，嘿啊，所以伊先退休啊，又有上到自家想爱做的事情啊，还有俺们又看到一种按讲的调的，明白就像看到伊寒天的用色，因为寒天冇像热天按讲，嘿啊，所以伊热天的时候咱们讲的学生。啊，所以俺们就想讲，伊安尼想吼，假使伊真是留下来，一共10个集条的，伊做得留下来的个学生是咱们讲，啊，所以俺感觉安尼个好啊，所以个支持。个人个支持，刚才规划呢哈，因为俺哋从我这有支持，每件事情都真的你做下去。但是我记得你的以前是做欣赏的嘛，没错。系啊，嗰个做欣赏，嗰变成我开始种菱角，因为我本嘅我哋菱角条可以去做雕，可以去传后台种子。迄种咁无共的事情，也个一开始哦，其实嘛过犹豫啊，因为吼，就像主持人讲的，俺哋一生人都会去学校里边教书咩吼。虽然讲韩式吼有同台人啥像啊做过些，吼伫田园做过些，但是对那个景仰那个基地啊，种那个水生植物完全外行，根本冇接触到。啊，好彩吼，先前那个呢。台南有个关田水质园区，嘅创立一个关田水质园区的邱满新邱顾问，伊今下还在高雄鸟会理事长，伊今下有伫关田水质园区从模到现下一个规模吼，伊还在一个个创业的一个推动者，所以有个丰富的经验，有失败经验、成功的经验，安样的。布置一个环境，个水质吼，让会留下来。啊，包括像水安样的引入来，安样的控制水位，啊，种某个水生植物，某个季节中，一定要经过很长的时间的摸索，所以有以来天数的话，我感觉很大帮助。另外一方面，就我哋韩式吼，也有同台人社群啊做过田园的设计，像丝膜啦、手错啦，吼，也有说过错。丝膜啦、手错啦，就田园的设计，略有经历过，所以今下在鼓励做下的事情的时间，虽然讲唔係過縮壯，但係限地啊樣嘅去進行啦。因為我哋講嘅後來漂嘅皮糖田是磨色呢，吼有一格，係啊。問題你看一格唔到一開始做一件事情，其實。唔但是講係咪熟練唔熟練啊？其實體力嘛係一個佢一個挑戰。佢幾時間能當初嘅一甲田裏邊，你有做乜嘅規劃嘛？因為喺甲田嚟吼，有一部分有上樹嘅，我哋講啊山黃嘛，有構樹，嗰部分我哋就冇去同意，就保留原來嘅樣貌。因為我哋講有樹嗱，對整個環境嚟講。所以保持一天的冇相同的生物多樣性嘛。啊，就講個大土的地方，伊原來3個都插錯，伊個大土積水，但係3個都錯，個巴拉草，有像台灣水龍嗰啲，對於水質嘅棲息嚟講，伊都個冇法度利用，所以我哋睇嘅想法都講，一屯嘅腐地俾一屯清開嚟。但係前過嚟遇到一個問題，我哋喺假使喺綁錯嘅頸條渣咁咪係，根本綁唔動，唔可能綁一年嚟綁冇一片按太快嘅天嚟，有冇乜嘅人力，所以佢喺度像話愛用乜嘅方式，人哋顧問都建議我就用怪樹，我哋都簽乜嘢做怪樹嘅，像話來評估一下，亦就講一按啱嘅天嚟，怪樹下一嘢會造練啊，會調查，所以必須要先從水先碰水，洗走嚟，嚟怪水人話要做些，我家都想辦法，我家你都去潛過我去買機器啦，嚟碰水，碰水碰走嘅嘢，洗到一半要落雨，落雨要時間要印拖，但係看到一個水質嘅繁殖嘅時間唔會多嘅，所以就深度嚟個觸及啊！好彩呢面總算
顺利啦。怪叔还一开始做些时间嘛，不时调查啊，伊有相当办法用铁饼啦，伊就去探铁饼，将整个水域请回来。所以那个第一步就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遇到困难，可能就想办法去解决个问题啊。不是等于讲，一件事情唔单止是要出钱的事情，要花钱的事情。等于讲，体验拄到要涨个体内的时间，嘛拄到几多，因为体内当初利用的方法无同样的，好，嗰时就变成几多的一啲要困难要去解决。咁上尾先咯，你这个后来2年后退休，你等到你起码个东西啊？我以前退休嘛，啊，嗰时间我下班以后就冲去看医院做事，啊，因为医院伫水方做事，我惊有危险。所以我就会伫晚上看，啊，顺便带点心俾人食安尼。啊，我退休以后就嗰多时间做嚟乡下做，啊，嗰时间我嘛开始啊，就因为无法度下去做事，不过我感觉需要嗰多年来听书诶。听一年，因为我哋试验讲讲本调嘅学度，好，所以我哋听一年，我无吞落杯讲，啊，就请7个朋友。啊，第3年开始，我哋就开始有老辈嘅朋友访问啊，嘅就接受访问啊，所以就一来一到一地，因为我哋发现这水质冇乜养人啊，嘿，啊，所以一来一到职工，啊，我条路就做职工嘅嘅规划啊，好，啊，同大家带点心规划工作，嘿，啊，嘅时节天天咧食好来，我哋又发现，我哋又嘅杀批嘛。系啊，我哋需要嗰度記錄，因為按多年咧，我哋需要同一個，我哋講鄰國調記錄伊個成長嘅狀況，同台南有乜嘅冇相同，所以我哋就用一個朋友聽書我哋做一個轉接環，然後就係拍下來啊，翕下來啊，做記錄安尼，所以嘛不無限。可是，就变成讲上尾你这个本身都可以做一些，我哋讲隔壁嘅一种听书嘅工作啦，哈，唔单是职工嘅收拾啦、安排啦，还有我哋嘅記錄，係對外面嘅發現嗰種講法啦，哈，還有我哋嘅不嗰種講我哋有乜親朋好友啦，還有我哋嗰種對我哋自然生態各有向下心思我哋嘅朋友哈，一來參觀啦嘛，都同聯絡上嘅。錯，就是變成我哋呢啲對外嘅一個重要人物嘅。啊，後來就越來越多人，一來印度人來預約我哋那個環境教育，啊，我哋嘛開始接書啦，啊，所以感謝個多人的支持。對你開始對生態自然該有熱心的兩公婆，在退休以後，卻係伊啲私人的天開始來做鄰國調的富裕，但是也過程之外其實冇同多人講嘅咁簡單，還有好多其他各重要故事哦，你下我哋慢慢過來。翻過來，復起來，上檔節目我哋考生課堂嘅上半節同人講，以做我哋退休嘅時節，去漂人家嘅皮田來種鄰國，來撫育我哋嘅鄰國調嘅。佢上頭都考生講頭講，唔係啊，開始天然開始喺整體係咧係嘛嗬，咁差唔多嘅鄰國啊種一嚿，然後睇啊。我哋天然種嘅時節因為冇經驗嘛，所以都請教關田嗰邊種鄰國嘅農民。哎呀，都講差唔多3日大吼，4日出嘅時節。就拿用的去種啊，就像我哋師傅樣嘅，伊唔係對葉呢開始種，伊係呢用葉呢先發它變用嘅以後，有時把個果嘅時節，我哋讓去買過來種啊呢，我哋呢比糖啲杯，所以種下去以後差唔多1禮拜，伊開始生根以後，葉嘅就打過來。啊，差唔多到半長日以後就生了過後，再過下來就會引來發啊，個水面吼就會全部生個多呢鄰國嘅葉嘅，啊，佢係水質就會有地方好做到，啊，多輔導嘢呢繁殖嘅期間。咁將一般咧我哋嘅鄰國調嘅話，伊睇台我講睇面農嘅嗰種時間係差唔多哪個時間咯？
因为头讲係過年的時間，但是講3、4年中入去，差唔多2-3年就一路變咧過，也都打過來嘛。佢其實旅遊鄰國調嘅嚇。以前一個鄰國調，安尼今下講，前面講雅聯調，一個水字伊會提安尼過成熟嘅雅聯嘅也袂當行來行去，會對沖嘅。但係春天漸漸嘅轉到春天嘅時節也身體也會溫色，會轉色。接下來就開始會反出來，伊會很我開始發出一個求偶嘅叫聲嘅時節。伊迄深度適當嘅安尼地方做咧表演做對嘅話，因就會比較，會比起撇尾，可能比起台南啦，也甚至比起台東，喺前面做咧反射嘅地方，佢喺面容就看唔到嘢咧。因為我哋佢當時就想講去養出一個水生嘅環境、水域嘅環境，不要安尼鄰國調做對留下來做對，所以因為開始種一個鄰國，因為鄰國嘅葉嘅也支撐能力夠好，所以我哋種下去，從2017年我哋第一年種，差唔多3月底4月初嘅時候，陸續種下去，一直到差唔多4月底嘅時候，伊葉嘅都生得幾好嘅，就有基質留下來，到5月20嘅時間，我哋就看到伊有生卵，所以第一年有一隻馬同兩隻公嘅都提下嚟一個種嘅一個繁殖基地也是就留下來繁殖。因為我哋講，其實鄰國調伊即個係生態幾特別，伊係講人哋講以妻多夫制係咪？係，嗰時唔錯到講到講，有啲調馬同兩個調公嘅，咁而家你發現因為以前人哋講有啲調馬專門去捕咯，冇都調公嚟捕咯嘛，冇都兩個人嚟照顧嘅度咯。咁像講到講，伊係以妻多夫制嘅時候，咁伊係用啦，伊喺嗰度調調嚇係點用？一個水質嘅繁殖嘅安尼。個奇妙啦，伊屯嗰度調嘅無窮用。就講從我哋嘅塊地嚟水域面積差唔多有6分地，我哋種鄰國種芡實就水生植物。過你就會看到一個繁殖季嘅時候，有2隻水質嘅上大。個上大你注意看，佢係啲馬屯馬嘅上大，馬嘅先長一個體盤。長養嘅幾隻馬伊就會佔領一個領域，其他馬就會被拒絕。再落伊就會因叫吸引其他公嘅留下來。再殺下來可能幾隻唔看到，因為看到幾隻啲上大，佢變啊公嘅同公嘅啲上大，揪來揪去。因為我哋嗰塊安尼水域差唔多5-6分嘛，所以最容納嘅安尼公嘅冇親到，下擺2隻，下擺3隻。有一年都4隻，青島都4隻，嗰隻馬嘅伊要先屯其中一隻公嘅，先批對，先批對以後呢，做掉，就生卵，生卵過後就變咗公嘅來鋪一個調春，馬呢伊就準備差唔多1禮拜，10日過後，伊要屯另外一隻公嘅調再批對，填另外一角，會保持一定嘅距離。要再生卵，再有可能再屯第3隻公嘅，第2隻公嘅葉子鋪出來以後，伊就會帶子，喺個安尼湖面行來行去落雪，等到一個調子嘅差唔多到1整日太過後，有可能又會再屯一隻公嘅，再鋪第2水第2調安尼，所以。馬生卵以後就搞本公嘅孵卵，孵出來以後公嘅帶子，就安尼。咁種人講，你講你5-6分地嘅話，差唔多係一隻調馬伊也要一個也範圍差唔多有一台啊。貴嘅種嘢，貴嘅一隻，貴嘅調馬，係哦。伊一隻馬嘅水質伊出佔領一貴嘅水域，伊種唔得容納第2隻馬。伊迄用馬入來嘅話，伊會對局者，伊就會好呢一貴嘅領域啊。嗰種嘢俾守備範圍幾大呢？咁唔講啦，伊啲調馬，咁多伊啲貴嘅水域嘅話，全部都係啲調馬嘛，咁差唔多可以有一度嘅調公啊咯。
俺们这块吼，体验有2只公诶，体验3只，第3样有4只。但是其實4隻嘅時可能都貼合貼起一些嘅，像2020年第4年嘅時就3隻公嘅。咁中人伊啲繁殖貴嘅話，秋天人嘅皮筒點會差唔多可以供到多個細子？有一年我記得有孵出20隻條子，也有18隻。但係都講啊，今年嘅氣候也會影響，因為迄個是像2020年嗰冇雨水。冇颱風，伊可能就有20幾隻嘅安尼條子會孵出來。條子嘅，但係條子嘅底下嘅生長嘅過程裡邊會遇到一些天敵啊，也係講啊，自己身體健康因為唔係全部以為太啊，像2020年都孵出22隻細雞，但係都最裡面像6隻，又順利。而家嘅夭折率嘛會高呢，差唔多1/4到1/3。輕樣咯，除非這個嘅先天的體質冇好以外，有乜嘅天底下妖婆還是像颱風，颱風連續幾日落雨，你看到落雨嘅時候，以為你雕工嘅嗬，我仲要雕子嘅。撩過來，安尼保護你嘅，你就看到幾隻腳吹啊，你看到嗰度一隻雕，嗰啲幾度隻腳嘅種雕，以前嚟要演出就屬於在潛水，但係呢個是落雨落過久，落雨落過久嘅話，演出冇都去潛水，可能就會餓死。還有一種就像一種我哋講掠食性嘅動物，包括像鴉鶴嘅夜鷺。也好嘅追埋佢哋，而家是行一條橋嘅時候，會被對着。另外一種就水底杯，水底杯可能有乜嘅，有啲嘅，像我哋嗰時咧有一種泰國梨，我哋講我哋河帶，而係呢種獵食性嘅嘅，而會對水底下出嚟，食一條細雞，下擺嘛可能會有沙果，甚至講啊。有啲地方有別的地方也會看到流浪貓啦，浪犬啦，可能也會走下水用以促成一條細雞嘅生長嘅安尼。嗰個其實我睇下呢，你算是一個自然的環境底部嘅時間，你看你還是有按到嘅一啲事情嘅表現到，一個我哋講細鄰國條嘅冇辦法睇，你看你身邊讓存到綠嘅。嗰個其實真的，加上講人為把野外嘅，我哋講棲地慢慢的破壞喺個時間，你根本可能連6個都冇，伊今年真係有地方可能連6個都冇。種頭都我哋好成嗰個講按度嘅事情嘅時候，伊應該會幾多人可以停數吧？佢人一次都係2個人嚟做下。第一年我還在上班，所以其實除了好成哥哥以外，其實還有老輩朋友，朋友因為大家嘛喺上班咩，所以其實嘛有搶工嘅啦，所以下擺就會搶一下工嘅，向下做事唔會按辛苦，有啲有工冇好，後面我哋退休以後就夠有閒，所以我哋天天咧都有工作，我哋發現伊唔會按工人，所以就開始休息自工，我哋就成立一個美濃湖水質棲地嘅一個 FB。本大家知一件事情，我哋天天咧嘛會做記錄，就天天咧相片 po 上去。真是的，我哋台灣人真是個啲影響咧，咱們當然個支持我哋。同台南關田是吧冇相同，我哋一片真是個小雜，唔過大家感覺個神奇，因為係我哋自家富裕嘅地方，買做實驗，所以呢就個支持，所以。我哋條路就一來一到人向下做，甚至我哋地杯因為我退休以後有成立一個奇米沙灘賞鳥班，我哋地杯有啲學員對美濃來，還係對個高雄要來聽書，所以一些所以我哋做些個時間就變那個充娛樂性質。可是又有休閒的感覺，所以我感覺唔會差。
但是你比如讲，有一啲过有理念一啲开头以后，喺度他跟人来强撑啦吼。有一啲个好嘅想法，他跟人其实如果落听书，也是想其实听我哋一些农业时代地方就教讲，但是更加喺一啲用理念上，他跟人来教讲。有时下我哋下我哋埋嗰度个精彩故事哦。翻过来复起来嘅，上档节目我哋内边好成哥同我哋讲，我哋邻国调香样嘅一种生态，还有我哋上模仔同我哋讲香样嘅去靠喺度自贡。咁谈到我哋上模仔讲嘅话，对于讲你今日越做越好呀。我哋从2017年开始，就票一块天呢，中邻国成功本日就调嘅题反侧但系就主要我哋两公婆再加几个朋友。其实做起来个甜个脆个脆系啊，咪谈到叫反而安泰。但系嗰种回馈都可能看到有条嘅做的体验是的气息，水质体验气息quite快乐。2018年2019年3年嚟做下以後，感覺清開所以我今日都有想講我變佢哋嘢。就有個朋友，聽退休落去遊山玩高順，那你就可以做苦事。有個朋友都講安尼去打賞，係講經濟方面人力方面，伊講咁我哋想辦法來協助，伊就先拿出1萬元來講，也個好係一絲絲嘅力量希望好做邀請大家來向我來協助。所以我哋經過討論以後，兩面我哋都發通一個募資一個大家協助，就大家做合夥人。兩面有69個朋友，佢踴躍加入，就募個40幾萬，所以我哋就決定再繼續做下去。其實也幾多朋友以對冇相同嘅地方來，我哋有乜個社團，提下呢我哋嘅臉書社團。不用注意嘅時間，嗰多人出嚟聽書，所以一種嘅情分本個人感覺講一個事情係你唔係搶人哋，但是搶人哋心度嚟想，係幾多人嘅信任，所以呢就繼續做下去，所以我哋要再屯提出再前面3年，做到2019年嘅時間，公司觀光局有一個美濃湖嘅一個水環境改善嘅計劃。本來沿途相關做一個步道，做涼亭、觀景平台。你係咪平時都建議人講今日一個美濃湖有一個水質繁殖基地，你觀光區嘅一個水環境計劃做嚟推納入，所以你係咪公司觀光區呢都同高雄市野鳥學會推人同我合作以後，提一個湖區地方，提公有地地方去。選一塊個適合嘅地方，啲景養嘅水質基地，就變成講我哋人嚟做下呢湖路背一個私人嘅地嚟，入邊公司觀光局提下湖地背、公有地地背前面嘅地方景養，係因為兩塊嘅水質基地所以相輔相成。另外一方面也可能做提一個觀光嘅面向帶入一個富裕嘅一個。主題同一個願景提出來，所以從2019年開始計劃，2012年施工可能2021年今年一個春天可能就會開始做一個美濃湖地區一個水質基地嘅營造。因為我哋談落係啲歸真相嘅想法啦，因為你看，從我哋公部門有時做事情嘅時間，而可能都歸單純嘅都想到講嘅，做一啲橋嘅啦，做一啲涼亭，但是因為而家人有人也為一啲案例提夾表，因為嗰種冇一啲成功案例嘅話，其實公部門嘛唔到敢去做一件事情，因為做花錢做下去，結果又冇成功，又唔係有乜嘅經驗可以做，比如一個成功嘅話，你變成伊哋嘛唔敢去規劃，但是而家你都提夾表。好，你可以清楚地講，能做研究和按努力，然後更加係等你國條嘛，真係喺上面好有鋪子。變成嗰種變成講，以前喺隔壁開始嚟規劃，嚟講，所以我冇唔知美濃湖係公有嘅，嚇人國有嘅伊啲天啊。但是以前看到人成功嘅，睇下附近嘅地方，其實應該嘛唔會唔成功啦。聽見都講，你話有啲有經驗嘅人都喺隔壁。
好，你当初养过来会遇到乜个问题，好有乜个东西要注意，但你强教你如何？可是我相信也係一個好循環，你做帶你做頭的事情，然後我哋嘅公部門都聽到能去做，但是個頭都想我提到啲考生嗰個頭講一件事情講，其實有人講我哋而家社會啊吼，肯少做唔會少做好事嘅人啦，但是少帶頭嘅人。係啊，你像總統來講，或者其實你真是本意的，可以同人講，其實可以同人是馬上要做，我哋講我哋有生態保育的想法，我哋有安嘅想法，但是唔點樣做？但是從的安排人去做一件事情，馬冇到可能有能力安嘅時間啦，但是你嘅變成有啲做一啲頭，好，你像頭都講，我哋咧實質，因為從的發太人做下去。可能冇多人可以做，但是可能一萬幾千元，好，聽數做一件事情，可能對有啲人嚟講，嗰種係咪對生態教育，我哋自然生態作為一份心力啦，嗬。咁像我覺得你這個移民農，這個用嚟看實質一件事情。我哋對美濃湖水質基地 FB 地杯嗰度水質自由啊，也幾啊年個上下啊，所以第4年實質嘅時間，阿喵。就我哋邊防去個名錄方2-3日冇看，一下就滿嘞，很容易冇法度入來，所以本來個太嘅鼓勵啦。係，那一下因為有69個人嘛，我哋當做志工，我哋是希望講頭都講到一下又有新嘅公部門嚟個新嘅基地，我哋希望講我哋一共志工做得向下添出新嘅基地。因為一個我哋民間自家發起嘅地方，還是會留戀嘅，啊個調會比上比下，所以我哋一片成功冇聽錯，一定嘅是咧做好嘅嘛會過去嘛，安尼就做得本角度，我哋嘅壓力調做留下一片。可是我們單止係技術高工咧，連人嘛高工嘅咧，但是我哋非常問一下考生嗰個，因為近間台灣各從看到一個問題嚟講。因為我哋講今日做我哋嘅光電啊、光電吼，我哋嗰度嘅農地啦，吼，無論我哋那個皮塘啦，全部拿去種田去嘅。因為講嗰種近間係種林國，我哋上下啲林國調會來一片。你即個實質吼，可能有部分都好，本個地主做我哋咧我哋租金，吼，當地主有租金收入。當伊即個可以唔去做本個公田業去種田的話，因為安尼模式有可能推廣。其實農地最正當的用途還是用嚟農業，農業其實同生態保育，我哋今下推一個國土綠網的概念，就講其實農地也有生態的功能。假使我哋好好的同農地拿來做農用，用也種嘅嘢。永續嘅發展嘅話，一方面我哋做生產糧食，一方面做太多生態保育。一個光電嘅發展應該歸到我哋活動，也係講其他唔適合耕種嘅一啲蔬菜，咪講也做啲資源嘅去行可能是。因為其實而家嗰度問題都講，像我哋農地冇唔錯，唔係講農地。做光電，一天係農民咧唔錯，有時真係而家我哋咧農民越來越老，冇人食，冇人愛種，冇人想種，嗰時就變成因為講剛才佢聽嚟俾我睇嘅，其實做本光電一扎，咪係一啲方法，唔係講一天做本嘢都一天農民咧唔錯，有時其實唔係人嚟講，但是我哋係咪有想過另外一啲方法？都像頭都我哋前面嘅節目裡邊有講嘅，嗰種我哋標嘅藍地，其實藍地種埋嘅其實嘛冇多好種，但是見緊我哋種林國，我哋有生態，我哋同時可能會喺埋你種頭到我哋種或者發現我哋林國調會唔驚人。可是如果可以俾我哋咧，你可以夾入去觀賞嘅時間，你變成一種觀光嘅一種自然會入來。咁你話其實對農地來講啊，無論對呢塊地來講嘅話，其實伊冇本一啲光電板都提看到咧，但係都真係可能冇辦法利用。但是對我哋咧林國調來講嘅話，伊都。至少要調嘛，今年都可以有新嘅調工嘅，都可以來做到。至少今年咧，今年可能都會有幾多嘅調子出現啊。海外我哋林國調都會變成一啲可能有一年可以變成一啲唔係保育類動物，亦可以咧同我哋同啲台灣共樣，其他調嘅共樣講，亦可以歸自然咧，去聽我哋台灣生活。咁從一般來講嘅話，我哋去看下林國調嘅時間，我哋係咪一定要帶到安泰嘅一啲器具咯？
平常人哈，他不会用双筒望远镜，细条镜的，啊，个是太条镜的。刚才看到个太条镜的地步，会不会有一点数据的个形容咯？因为俺们上爱记录雅莲条伊个伫俺们闽农户的慎重状况，所以俺们透过亚个朋友哈，设计一个转接环。啊，古人条皮亚个朋友的来也是5年前哦，伊就用3D 列印同伊爸爸讨论出亚个3D 列印的转接环。啊，并俺们的数据的接向下，啊，亚个20P 到60P 嘛，啊，俺们的数据有一定的批数，啊，所以。从迄个以后，俺们就做得伫国远的地方做记录，唔会影响到俺们雅莲条的生发。俺们做得录影，又做得翕相，又做得记录时间，所以俺们过来做处理的时候够方便。是够方便，而且其实伊的望远镜用了够便宜啦，比咧太跑人够便宜个多。效果嘛唔会差。咁节目最晚嘅项目考成嗰個，你對未來有冇打算？有冇期望冇？安尼希望透過安尼大家實質吼共同參與的方式來推行一個鳥類生態基地。一個鳥類生態呢，其實伊同安尼農業也有過密切互動。安尼都希望未來吼，喺一個閩農府一個高雄市觀光局所推嘅一個水質基地吼，未來做嚟景仰成功。也希望對安尼闽農嘅安尼。資源啊，地景啊，有另外一個新的風貌，所以請希望大家做嚟繼續來支持一個高雄市觀光局嘅養出一個闽農府嘅水質基地安等這件事情。有人講台灣最強嘅風景係人，其實台灣最強嘅風景唔僅係人，其實係人嘅幾塊對也係台灣最通俗嘅一個心。像今日我哋節目地方，我哋考生哥哥同我哋咧兄妹仔，伊哋有一個按善良嘅一個種一個態度嚟做一件事情，結果又發現到，伊哋做一件事情帶頭以後，其實係會聽到幾多嘢。我哋今日佢感謝我哋考生哥同我哋兄妹仔嚟到現場同我哋講按道理個調嘅事情。感謝主持人，也感謝各位鄉親。感謝大家，希望有興趣的朋友做得看下來，所以做得掃描闽農府水質基地 FB 同人哋按讚，以外做得看下來參加發通。有時下午大家聽下嚟欣賞來，運動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到為好好運動嘅時間了哦。能今日運動嘅嗎？請放起來同先生來通下運動嘅哦。今日先生要教大家係熱火有氧，請大家放起來同先生通下運動哦。南浦不愛。踏冰，用手的身體，南鋪，踏冰。跟跳一，吸前面，跳背，加上偏腳，關邊。一鬆一下，用手的身體哦，身體自然搖擺。加上的臀部，一拳、兩拳，請用老態哦。One 撇，
再来哦，等下会用到那腰部的运动哦。关键。好，弓箭步，压下去。再来。从用压的用哎，展开你的翅膀。来好动作嘅哦，身体好啊，前面上扑，准踢前面喊，扭腰，扭腰，扭腰，一、二、三、四，很松咯。慢慢的听，加油哦！增加你的心肺功能，促进你的血液循环哦。再来哦，大口来，大口来，发空来，低字步哦，大口。大口，拍空嚟，慢动作，輕鬆哦。我哋加鬆數嘅哦，大開，大開，大開，數。học với mà đừng cao rồi nhưng chà kìa đây thành sống lên thành này sống mà慢慢点趴可以哈，再来好，还有动作个，前点，右点，八，弯片，改的滑步，前，前，滑。滑，前，前，看得到吗？可以吗？挺松哦。挺欣赏他们做，也给开始哦。一，前跳，歪，加松树，歪的太阳天呢。轻松來麼？前跳。可以哈，跳，再弯片，南鼓來，一，南鼓來，跳，點，鼓來，跳，點，鼓
来。人家跳哟，跳，跳，掉，跳，跳，掉，跳，可以哈，跳，掉，往地球上面跳，跳，掉。嘿嘿，跳嘿，速度加快喽，整跳，跳掉开始，浪扑，可以吗？停上来，一跳，浪扑。上面跳哦，好歪冇啊，停爽哦，可以吗？跳，跳，浪扑再来哦，整体开始，停爽哦。嘿嘿，从头开始哦，准备好了哈，前面行哦，整批前面行，扭臀，扭腰。立字，挺松哦，前点，画吧，跳过，跳。浪扑，大家也听着好歪吗？陈先生，再跳一把哟，挺上来哟，越跳越熟悉感哦哈，准备哦，前面行来，扭腰。立字，前点，拉布，再次一拉布。好快哈！啊，弹鼓，嘻嘻，跳嘿，来打口来，第三面看，延展你的身体哦。停留，慢慢的弯片，速，松，用力呢，掉，再打回来，走停留哦，慢慢的放起来，嘿嘿。
作好不好吗？好不好哈？好好运动，俺能下次能来了。